大家聽到藍寶石 Sapphire 係咪第一時間會諗起藍色呢？其實藍寶石有好多個唔同嘅顏色，而其中黃色藍寶石 Yellow Sapphire 就係當中嘅珍貴之選。黃色藍寶石嘅黃色主要係來自寶石裏邊嘅微量鐵元素，要達到顏色夠飽和、淨度高嘅品質極為難得，所以呢種高質嘅黃色藍寶石非常稀有，收藏價值相當高。近年黃色藍寶石人氣飆升，有好多國際頂級嘅品牌，例如 Tiffany、Cartier， 甚至拍賣會上都經常會見到 Yellow Sapphire， 價值亦不斷咁上升。高飽和度嘅黃色藍寶石其實真係可以媲美到黃鑽 Yellow Diamond， 但係價錢就親民好多，性價比超高，係珠寶界嘅明智之選。喺西方，黃色藍寶石被稱為富貴之石，寓意財富、智慧同埋人運。佢唔單止靚，仲為你帶嚟好嘅意頭啊！咁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 Yellow Sapphire 呢？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乜嘢問題，歡迎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